后来，来是民进党高雄市长的初选真激烈，市长陈其迈6月30参加一场的活动，伫台顶致辞，常常讲台卡有要选市长的人，伊真希望会当马上交棒予伊。同时这个区议员就坐伫台卡，所以外界就猜测陈其迈是支持区议员。区议员是来回应讲，只有市民支持，才会当来决定着后一届市长的人选。伊会尽全力争取认同。对手柯志佳甲赖瑞良讲，市长是滚生笑的。若国民党的对手立委郭志温是提醒着陈其迈。爱选对的人，唔是选民进党的人。立成邮轮领航车号首航到台湾，我伫高雄港仪式，市长陈其迈专程去参加，伫台顶致辞的时，伊雄安尼讲。今天你看要选市长的也来哦，所以恨不得现在棒子就可以交给他。讲靠袂得交棒，当时大卡坐拄就是要参加高雄市长初选的立委区议员，陈其迈安尼一个讲引起外界联想，感觉已经公开要表态支持区议员。第一时间区议员是安尼回应的。唯有高雄市市民的支持，才能决定下一任市长的人选。那我也会尽全力的努力，希望争取市民的认同。共党对手柯志佳甲赖瑞良是讲市长是伫滚生笑。他也曾经拿麦克风说：“我是他同学，因为他比较帅，所以他比我先当市长。因为交情够，所以偶尔会这样开玩笑。”他本来就是常常会在很多的场合上会开玩笑的人啊，那大家不要过度去放大去解读啦，这个恐怕也会造成他很大的困扰。嘛要选市长的国民党立委郭志温是提醒陈其迈爱选一个上好的交接人选。他要选的应该是一个最好的交棒人，但不是民进党人。高雄市政府回应讲，市长只是表达对海洋的向往以及卸任后想要坐邮轮出去佚佗的愿望。迄一天，各参选人的代表拢伫现场，并无讲到特定的人选。高雄市长初选这激烈，陈其迈雄的发言难免引起外界各种的联想。Hello， 我是林纯佩。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